用文章复习词汇以外，还做得利用下背两种方法来训练文章嘅理解能力。越透读，越透漏关键意思，和高级发出来，理解文本事件嘅因果关系，老前后有关系嘅描写，补强自家嘅阅读理解能力。我们以雅散博这篇文章为例，早期对大陆来到台湾嘅居民，全部係搭毛料來帶，因為菜地青菜料下方便又唔使錢，但係按簡單解釋，食材都唔係下太嘅豐裕，所以居民就想到下好嘅方式，用下硬撐又有軟性嘅作語結白槍，記到定飲奶地背。甲當面解乾，留弄紅，攪夾內，過後就高啲種麥蛋糕，變做種麥夾奶醬，咁樣唔但搶做得留種麥解烹，高本嘅米白未會下煮固，淺淺嘅鑊蛋解材料未對貓嘅變身效果硬土果。白土狗改牙，安樣就下唔講風采咧。當然，會開得係安創嘅木蛋，白就會หั่下煮骨長做得。裏面就用龍紅去攪飲奶，做成奶磚呢，來結奶磚白。再過撈龍紅、糯米、牛絲攪同下，嗰啲長麵。保護奶磚白，改良是按樣解鹽菜，係唔係當反駁呢？先來看一下這篇文章，本單有解注解，開得起，承受得住，所以我哋文章看到解開得起，安創解木當，華語就是承受得住。這麼重的屋頂的意思。